咁啊呢條咧都係算淺嘅。咁問你4分位數間距 IQL， 俾咗一個咁嘅棒形圖 bar chart 你 ，OK。咁下面咧其實就係閱書嘅數目嚟嘅，上面呢個係教師嘅人數，咁啊，我做呢啲題目咧就會用一個列寫法，咁啊列寫法其實就最容易啊。咁呢度3咧有4次，咁我哋就寫3、3、3、3，咁啊4次啦。咁4咧就有8次噶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嗱，唔好嫌煩啊，咁樣其實係最簡單。5係6次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6係2次嘅，6、6。7係2次嘅，7、7。好啦，咁我哋將啲紮數咧得開一半先。點樣得一半咧？1、2、3、4、5。你呢度可以加晒佢嘅，4加8加6加2加2。4加8加6加2加2。10、20、22得一半，即係11。11咧大概咧喺邊咧？就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你22個數啊嘛，係啦，22個數即係11。咁即係呢度得開佢。咁呢度就有11個。咁中間嗰個咧就係第6個嚟嘅，因為加1除2啊嘛，加1除2咪1、2、3、4、5、6呢個咯。跟住就尾6啦，因為呢度有11個啊嘛，咁啊尾6 1、2、3、4、5、6呢個數，呢個數減呢個數，所以答案係5減4，答案係1嚟嘅。Answer 咧就係 A apple。咁啊呢個 IQL 咧就即係話剁開4份啦，1、2、3刀，1、2、3，1份、2份、3份、4份。